我哋而家去食衡陽魚粉，喺科學館站 C 出口出，沿住橙色箭嘴行。店名叫小津記鮮魚粉。去到門口嘅時候，仲以為係西餐廳，俾個餐牌大家睇下。呢度嘅羅漢果茶係免費任飲，牆上邊有店主嘅自白。我哋叫咗碗魚頭粉，個魚頭都幾大個，魚湯鮮甜，個湯落咗好多薑、青紅辣椒，不過又唔係好辣。呢一碗係禾花魚湯泡飯，呢種魚唔使去鱗，可以連埋魚鱗一齊食。啲魚鱗好薄好軟，食咗都唔知。個飯係直接用迷你電飯煲上，但係我哋冇要到飯，因為我哋嗌咗粟米粑粑。跟住我哋去歡樂港灣玩秦朝覺醒，今次要戴 VR 頭盔玩40分鐘。故事係講你係2346年嘅人類，地球能源已經耗盡，你係一間公司嘅考察隊成員，要去一個秦始皇陵考察，話地底可能發現新能源。另外負責人楊博士失蹤，我哋要順便去揾佢，期間會穿越去古代，會見到《山海經》裏面嘅動物，例如九尾狐。最後你會收到楊博士嘅信息，你要選擇報唔報告楊博士嘅行蹤俾公司聽。選擇完，遊戲結束。如果想知結局，就要等睇第二季。睇完第一季，睇唔出故事內容同兵馬俑、秦朝有乜關係，而且 VR 嘅識別定位效果有問題，我撞咗牆2次，嚇鬼死，清晰度唔夠，睇到對眼好攰。不過當中有少少互動遊戲，例如你可以用手拎起石頭掟落海，事後做問卷會有一份小禮物，不過份禮物又係同個故事冇關係。既然嚟到歡樂港灣，當然要行去西岸食埋豆腐花先走。永記豆腐花喺米芝蓮一條街，我哋今次叫咗豆漿、核桃豆腐花，符合晒廣東人嘅要求，兩樣都唔甜。永記嘅豆腐花真係好滑。晚餐我哋去咗隱廚，叫咗個2人套餐，有酸辣牛大撈汁肉螺肉、18秒大湯黃牛肉、蒸大蝦，一碟油麥菜。套餐嘅主角係片皮鴨，中意食片皮鴨嘅人應該會好中意，因為真係做到酥而不膩。嗰塊餅皮好薄，好似蒸籠子咁薄，而且軟綿綿，仲有好多塊添。另外加錢叫咗個富貴神仙雞。呢一碟餸性價比高，除咗雞之外，仲有滷蛋、有豬手。呢一碟餸嚟到要先食雞蛋，如果最後先食會爛晒。呢一碟係青蟹紅醬汁蒸肉餅，有2隻青蟹，青蟹下邊有層薄肉餅，呢一個好食。